Tesla's wireless world system to turn Earth into one gigantic dynamo。這是一個由 Tesla 所創造出來嘅全球性無線運作模式嘅概念，其核心部分就是利用 Wardenclyffe 塔去從大氣發出信號用作傳輸、轉換及遠程操控，再利用地電產生無限電力去24小時無間斷運行，實現超越時間、空間、距離嘅發展模式。而這無線計劃概括出其主要有16大分類。第一項，影像傳輸系統；第二項，電力維持系統；第三項，個人化信息傳送；第四項，即時環球演講；第五項，擴散式調頻傳訊；第六項，星際信息交流；第七項，全自動生產流程；第八項，環球時間同步化；第九項，環球流動通訊電話；第10項，加密信號傳遞；第11項，即時股價交易系統；第12項，環球音樂共享系統；第13項，地電供應；第14項，戰略性導向魚雷；第15項，複製生成影像；第16項，電信業務。以上就是 Tesla 那超乎想象的計劃實際運作模式的概覽。